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6月16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挥，还有胡一进老师今天胡适硬气了一回，这个拒绝再继续帮这个中东买单可以说是尿性了一回今天胡适是低开但是震荡上行。截至收盘，沪指涨0.35%，深成指涨0.41%，创业板指数涨0.66%，三大指数集体收涨。但是遗憾的是，成交量萎缩了，沪深两市只有1.2万亿。这个最近胡适呈现出一种上涨无量，下跌有量，这个都不是好消息也不是好现象，还是要小心为妙上涨3559家，下跌1641家，所以这个对散户来说还是相对比较友好的。只不过上周五的这个损失不知道金融消费者有没有回来指数差不多快回来了，自己的账户金额有没有回到上个交易日？这个胡适胆子也大起来了居然不交军费不过不要紧好消息来了这个 A 股受理加快，业内说IPO 市场步入新阶段。在 A 股 IPO 市场，截至6月13日已有17单 IPO 获受理，而去年同期仅有1家获受理。同花顺数据显示，今年 A 股上市了48家企业，共由26家券商负责承销。这些券商的承销与保荐费收入合计24.4亿元，同比增长22%。不过，对于 IPO 市场回暖的声音，业内人士显得相对冷静。有受访者指出今年回暖是因为去年太冷，今年节奏用回归正常的形容更为准确。什么意思呢？现在既然点位稳在了3300点，那就开始抽血吧。献血的时间到了这有16家排队准备上来抽血，所以希望这个金融消费者要做好稳住不过也不要紧因为这个有外资机构在帮咱们打气这个高盛再次唱多，全球资金回归中国，看好中国10巨头股票。高盛上一次说拼多多是咱们的科技股媲美美国的那个七枝花，今天索性来了10巨头。我们看一看高盛是选出了哪10只股票。高盛首席中国股票策略师近日发布名为《中国民营企业的回归潮流已经逆转》的研究报告。该报告指出在各种宏观政策和微观因素驱动下，中国民营企业的中期投资前景正在改善。高盛还仿效美股7巨头，就是那个七枝花科技7巨头列出了中国10巨头及高盛特别看好的10大中国民企上市公司，他们分别是腾讯、阿里巴巴、小米、比亚迪、美团、网易、美的、恒瑞医药、携程和安踏。谢天谢地他居然把拼多多去掉了，可见这个高盛也是不着调一天一出对吧？大家记得那个 L 型复苏吧？这也是高盛说的。这个我们现在到底是在那一竖里面还是在一横呢？如果是我们现在在那一横里面，那一竖什么时候结束的呢？请这个高盛能不能明确的指出来呢？对吧？高盛前不久说了咱们的科技股拼多多和百度嘛，我都记得嘛。怎么这样子10巨头里面把拼多多和百度也去掉了？是不是觉得自己也不好意思其实尽是这些所谓的伪海外机构在这儿盲目唱多忽悠小散进去接盘。上述10家公司的总市值达到1.6万亿美元，占民盛中国指数权重42%，日交易额达110亿美元。高盛分析师预测，未来2年10巨头的盈利将增长13%，符合年增长率市盈率为16倍。10巨头将共同体现中国人工智能科技发展、走出去、新消费以及提高股东回报等最新经济主题。此外，高盛特别指出，投资民营企业并不意味着排斥国有企业。高盛重申其仍偏好于高质量中国国有企业和股东回报组合。我感觉再这么下去，高盛很快就要晚节不保了。第一财经报道东信证券2名保代遭监管约谈，曾参与泽达益盛 IPO。今年以来，针对投行保代的监管持续从严，曾卷入泽达益盛财务造假案的2名保代在本周将遭监管约谈。据北京证监局最新披露，胡小丽、陶成亮在相关保荐项目中未勤勉尽责，被分别采取监管谈话措施。另据中国证券业协会2人职业机构均为东信证券，且目前均在保荐代表人 C 类名单中。今年以来，监管
多次对带病闯关一撤了之 IPO 项目出手严厉，也就是那个试探式的，把这个材料一交，上面只要发现问题，或者上面说抽到了这个叫现场检查，人家立马把材料撤回来，不是暗示了，也是来采取这种瞒天过海、蒙混过关的这种手段呢，带病闯关呢。现在加大打击力度。据第一财经梳理，年内中金公司、国金证券、国元证券等公司保代均因撤单 IPO 被罚，部分保代还因此被禁业数月。此次遭监管约谈的胡小丽、陶成亮都是从业时间在10年及以上的老保代。据中证协披露，保荐项目方面，胡小丽有9单项目，包括大智慧沪市主板 IPO、泽达益盛科创板 IPO 等。陶成亮有2单项目，分别是金海环境沪市主板 IPO、泽达益盛科创板 IPO。因泽达益盛 IPO 项目，2人曾吃上上交所的罚单。你说指望这些人把关？这些人是专门教上市公司怎么造假、怎么带病闯关，罚能罚得过来吗？就这种罚就是什么监管谈话，这种发现一起直接就吊销他的营业执照，就直接取消，对吧？他的资质。券商如果发现2起或者3起，就直接券商就关门，你看他还敢吗？这个都是罚酒三杯都是变相鼓励。如果不这样的话，那每只上市公司后面那个神仙的利益怎么保证呢？对吧？那个神仙他就要通过这些有瑕疵的这造假上市、欺诈上市，监管部门对这些保代券商惩罚追责，无非是说你们太不小心，水平太差，做的太假，所以以示惩戒啊。我们再看每日经济新闻报道说这个教授读懂领30万薪酬被罚60万，也就是讲的是一个财经大学的一个教授，在一家上市公司当独立董事。他这1年一共领了30万的薪酬，结果这家公司被查出来这财务造假，对这个读懂罚60万，这个钱没拿着，还被罚这个30万，就是还得往出掏30万。6月13日，深圳市管道数字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新 SD 管道发布公告称，公司受到中国证监会、深圳证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经查明新 SD 管道通过制作虚假购销合同、发票、银行回单、发货通知单及入库单等方式虚构销售和采购业务，从而虚增营业收入及营业成本。这不就是财务造假吗？根据收到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认定情况，公司可能触及这个重大的违法行为，可能被实施重大违法强制退市。新 SD 管道称目前公司各项生产经营工作正常开展，尚未收到上述立案调查事项的正式处罚决定。那很快这个预先告知书一出那很快后面就正式处罚，一般的要半年，快的话恐怕就几个月吧。根据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等，深圳证监局拟决定对新 SD 管道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0万元罚款；对董事长、实控人金文明给予警告，并处以1500万元的罚款。同时，对独立董事安秀梅等人给予警告，并分别处以60万元罚款。据悉，安秀梅是中央财经大学教授，他于2020年9月至今担任新 SD 管道独立董事，2023年10月至今担任审计委员会主任委员。新 SD 管道披露的2021年至2024年财报显示，其税前薪酬共计30万元。6月14日下午，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致电安秀梅，他表示今天收到通知书，正在准备申辩，对公司具体业务不太了解。公告显示，安秀梅不知悉，未参与公司相关财务造假行为，但未能提供勤勉尽责证据。这个独立董事你的责任是什么呢？你的责任是替这个金融消费者，就是中小散户来看着这家上市公司，你要对你每个签字都要负责任。所有的年报季报，还有董事会召开的什么决议、股东大会的等等，读懂都要签字的。如果你要觉得这个不靠谱，你就不签字，或者是这个发表一个声明，或者发表否定意见，就投反对票我相信作为这个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他也没功夫去参与这家上市公司的这个业务造假，说这让哪个客户造假，怎么这个读懂一般的很少去干这事。读懂主要的任务就是勤勉尽责，就是对这些
你要发现这里面不合理的现象，你要比这个外部的审计机构要先发现，因为这个财报的吧，这些东西董事会啊，读懂先开啊，那东西读懂都要先看的。那你作为中央财经大学的教授，你是学的就是这专业啊，审计啊，也就是你作为读懂，你先审一遍，你先看一遍，你觉得哪儿有问题，或者你觉得大致没有问题，然后再看第三方审计机构的。那监管为什么要罚他呢？那就是他没有尽到勤勉尽责的义务，就是说对这些一言假，对吧？对这些必要的这些东西，你作为这个专业，你作为读懂，你应该知道，你不能说一年拿30万，或者你要问我两眼一抹黑，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没干，我没参与，那30万是干什么用的？凭什么要给你付一年30万？所以他申辩其实没有意义啊。实际上这个罚款的罚少了，应该是罚一没二，不是就是没一罚二，把你这个期间啊领的工资全部没收，完了再罚2倍，这样啊读懂就老实了，读懂就勤勉尽责了。这个独立董事如果是一年30万，那这个工资很高啊，因为他一年就开几次会啊，而且他这个会不需要到现场的，可以用邮件的形式啊，你就是投票而已，把这议案你审议完了之后，你投票发表意见，你就说我赞成还是反对，投赞成票投反对票，都不用去现场开会啊，那凭什么一年给你30万呢？所以罚的不冤啊，实际上是罚少了。要想让上市公司的这些读懂们，对吧，警惕起来，勤勉尽责，那就应该是要重罚。但是有一个情况我要说一下啊，这个主管部门对这个读懂的处罚，以后有可能成为法院的判决的依据。那有金融消费者如果告这个上市公司，对吧，你财务造假导致我炒这股票有损失，那你就得赔。那么这个独立董事啊，很有可能啊要负连带责任。上市公司赔不起，你的独立董事你得赔吧。这个以前有啊，什么康辉药业啊，这都有这样的事情的，这就是铁证如山。我们再看看啊，这个胡锡进老师啊，他对这个中东的局势啊，也这个做了评论啊。不过他的评论很有意思啊，再一次体现了胡锡进老师这个叫矛盾的这个内心啊。他这么说的，他说关于以战争，说点纯个人的看法。他说作为普通中国人，大家希望伊朗拥有核武器吗？我个人不希望。核不扩散符合世界的利益，也符合大国的利益。有人会说啊，伊朗如果有核武器，也不会冲大国来，他要是把以色列和平了，把美国在中东的基地和平了，挺好。胡锡进老师说啊，这是思维的误区。从这一段来说啊，胡锡进老师反对伊朗拥核，我觉得是对的啊，对吧？我在今天的节目也说过了，核扩散不利于人类的这个共同利益。伊朗拥有了核武器，这个就增加了很多不确定性，让核扩散恐怕就更加加快，很有可能恐怖分子啊手上也可能拿到核武器。但是胡锡进下面他举的例子很有意思，他说啊，美国不支持日本、韩国，包括啊某个岛搞核武器，他的这几个亚洲盟友如果有核武器，也不会冲美国去。他说，但是核不扩散这个总原则对美国更重要。他说，如果美国不鼓励日韩以及大陆激烈对抗的某岛拥核，那么我们不支持伊朗拥核，主张啊朝鲜半岛无核化，就有着相似的战略安全逻辑。从这个核不扩散来说啊，是这个道理。但是啊，这个伊朗和这个日韩，对吧？什么东北亚，那是有着不同的地缘政治，就是这个不能相提并论。为什么呢？就一点啊，伊朗毕竟还在搞这个叫什么革命输出啊，也就是他那个伊斯兰革命啊，他还要输出，他现在叫伊斯兰什么革命卫队，然后在这个中东搞什么抵抗之湖。你说他支持的这些组织啊，都是鼎鼎大名，如雷贯耳。黎巴嫩真主党，对吧？哈马斯、胡塞武装、伊拉克什么民兵组织，它是公开的。这个跟日韩这是一回事吗？日韩向哪儿输出它的什么革命理念？所以这个不是一码事啊，虽然对吧，都是属于核不扩散啊，但是问题还要说清楚。金老师说啊，他说，但是啊，伊朗与以色列，尤其是与美国对抗，是不是有利于大国呢？我认为是的。美国太霸道了，以色列太凶狠了，他们把中东很多国家打服了，理乖了。但是伊朗对美国来说是中东最大的刺头。他说，因为这个原因，我个人又对伊朗保持很多同情感。这个胡金老师啊，这个屁股就歪得厉害了。这个他本能的就处于一种叫什么？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至于他们本身是什么样的不重要，他至于伊朗是什么样的国家，这也不重要，只要他跟美国对抗就好了。当然我也能理解胡金老师啊，因为常年这个是受教育，对吧？常年的这个叫什么守卫舆论边疆，
他已经养成了叫帝王史观了。他从帝王角度看，那确实是这么回事啊。但是我们现在要提倡什么呢？韭菜的史观，对吧？对你这老百姓有好处还是没有好处，对吧？你对那些权贵有好处，那跟老百姓有什么关系啊？你都4+4，对吧？你们是2代、3代、4代，对吧？你们是在瓜分资源，你所谓的强大有什么意义啊？对吧？你看伊朗啊，它是什么一个政权呢？它是个宗教政权呢，政教合一啊，它是这个教士集团，对吧？这个宗教集团、小集团凌驾在波斯人民头上。伊朗本来的吧很富有啊，为什么呢？对吧？伊朗可比2个印度的这个自然资源，对吧？禀赋要好得多啊，人家有石油，应该是石油第3大吧，出产国吧，人家卖石油就能过得很好的日子。结果你看看啊，把一个国家搞成这样，急速的在倒退，对吧？40-50年前，伊朗那可是很现代化。现在呢，你走在大街上，女孩子如果不罩上那什么面罩，那得挨揍啊，那不拖到小车上去打一顿呐，这多么恐怖啊！伊朗人有选择吗？伊朗人能过自己想过的生活吗？这胡锡进老师看不见，对吧？你只为那个宗教集团说话，为统治阶级说话，那不就是帝王史观吗？以色列太凶狠，把中东很多国家打服了。那胡锡进老师可以举出例子，说伊朗、以色列哪一次打的是不对的，对吧？这一共是几次中东战争，哪一次打的不对？是对的多还是不对的多？说老胡几年前去伊朗采访过，目睹了那个国家被美国制裁几十年，并付出巨大牺牲的真实样子。那为什么不找找原因？为什么你要被美国制裁呢？这个和加州老师啊，对吧？他去过那个加沙，他在加沙不拍了好多视频吗？看到加沙很繁荣，然后他说加沙人不自由，在笼子里面。那怎么不说一说这伊朗人不自由呢？也在笼子里面，他还有墙。这胡锡进老师说啊，他很难用1-2句话定义他的复杂状态，他的不屈服如被迫妥协，强大的独立意识形态与内部各种不满交织在一起，他的强弱很难衡量。伊朗的前总统说啊，伊朗的财富好像90%的在3%的人手上。正因为这样啊，所以伊朗才会被以色列的摩萨德给渗透成筛子。不，也就是说啊，伊朗那些波斯人，我凭什么为你们这些宗教集团卖命啊？好让你们在这吸血是吗？他们所谓的胡锡进老师说啊，伊朗反美，这伊朗的这些高官，对吧？这些宗教人士自己的孩子都在美国，后代啊像加头老师一样，嘴上反美，但是在美国买房，对吧？财产放在美国，后代在美国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然后忽悠国内的老百姓在这反美，这都是什么年代了，还在玩这一套？真把人当傻子吗？对吧？胡锡进老师也应该与时俱进一下。他后面说啊，他说其实任何中等国家，他说这个伊朗是中等国家啊，他说更不要说小国，如果滑入与世界级大国不可调和的对抗，客观说都是危险的。他后面说啊，乌克兰陷入与俄罗斯的你死我活的对抗，其悲剧的逻辑，如果往深了看，其实是一样的。他说，除非美国和欧洲准备不惜代价击溃俄罗斯，把俄乌战争等同于他们与俄罗斯的战争，否则乌克兰注定要吃大亏。这个胡锡进老师又乱比了啊！伊朗在中东对抗和这个乌克兰对抗俄罗斯，这完全是2件事啊！伊朗在中东，你别看他是穆斯林，他连一个盟友都没有，也就是其他穆斯林国家都跟他尿不到一个壶里去。这不得从自身找找原因吗？你看支持伊朗的都是谁？巴铁，当然巴铁现在也是仅限于口头支持啊。巴铁支持伊朗，那也是根据这个他的天敌啊，对吧？印度这个动态，印度不支持谁，这巴铁就支持谁，对吧？印度跟谁闹矛盾，这巴铁也就是还是遵循这个敌人是朋友这么一个原则。伊朗在中东，对吧？他是在输出革命，乌克兰在欧洲是在输出革命吗？乌克兰在欧洲连北约都加入不了，欧盟根本就不搭理他。如果不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话啊，乌克兰要加入欧盟，那还得排队呀。土耳其都排了7-8年了，好像是吧？这不是10年了吧？很多国家都在排队，就是说连欧盟加入都是个问题，不要说北约了，北约你就是加入，你加入不了啊，你跟俄罗斯之间有领土纷争，所以加入北约呢都是俄罗斯的一个借口，侵略乌克兰的借口。实际上乌克兰是人家要独立，人家已经独立了。2014年，普京悍然出兵，吞并了克里米亚。普京他脚步停下了吗？没有，直接就在顿涅茨克、卢甘斯克继续在那儿，对吧？搞分裂。后来觉得啊，这个佩安
代理人太累，不如自己亲自上，悍然发动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如果说啊，小型国家什么中型国家，夹在什么两个大国之间，这按照胡锡进老师这个理论啊，那芬兰怎么加入北约了呢？瑞典怎么加入北约了呢？瑞典可是夹在这个俄罗斯和北约之间啊，几十年都是保持中立，人家现在加入北约了，那你俄罗斯怎么不去打他呢？为什么乌克兰企图是吧，想加入北约，你就要打他呢？这难道不是一个国家的主权吗？主权是什么意思啊？这国家我有权利加入这个组织，加入那个组织，这叫主权。美国支持以色列悍然侵略伊朗，无论这当中有多么复杂的原因，伊朗人的奋起反抗都值得老胡作为一名媒体人予以同情。这个胡锡进老师又说错了啊，应该改成伊朗人的奋起反抗都值得老胡作为一名宣传人员予以同情。这个老胡严格意义上不能叫媒体人了，他是宣传人员，这个还是不太一样啊。再说了，伊朗人奋起反抗，这个说法好像也不太准确吧？应该说伊朗的革命卫队，对吧？伊朗的那个宗教小团体奋起反抗。伊朗人反抗啥？伊朗人在那看热闹，看那个，对吧？导弹嗖嗖的就放烟花一样。他同时我也知道，他需要胜利，需要付出比目前多得多的牺牲。不确定的是，他的国内团结能否承受得起那些牺牲。这个仗不能再打了，再打教士集团呢就要崩盘了，瓦解。所以说，教士集团已经在那磕头求饶了，反抗啊，那都是给国内看的，展示武力。也就是打以色列不行，收拾你们还是可以的，你懂了吧？这叫武力展示啊！别看我收拾不了以色列，但是你们这些人乱动，看看这导弹多厉害，看看这沙赫德无人机，对吧？一遍向美国求饶，对吧？这个啊，你只要不炸我了，咱们就开始进行核谈判，而且愿意啊放弃核武器。但是以色列不信呢，以色列非要把你炸掉了为止啊！总之啊，我看这个以色列和伊朗之间的这个炸来炸去啊，或者是俄罗斯跟乌克兰，很多人呢，我看都是从这个帝王史观啊去评论，什么唇亡齿寒啊，什么这个伊朗怎么样变天了，那就怎么样了，都是帝王史观呢，都是自己带入了，以为自己姓赵。我倒要看看啊，这个伊朗的乞丐是不是也要守德黑兰？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